高雄警方对今仔开始到9月底要扩大来处理驾驶伫路口无停让过路人。年底之前嘛会伫学校、病院附近来增加10来个科技执法的路口。高雄防所有民众行伫过路线，骑车的煞无牛直接倒挂，叫警察直接抓落来。各民众行伫中正四路无看红灯，就撞过过路线。高雄市交通队统计，今年1月到7月底，过路交通事故154件，比去年下半年减少13件。不过，过路人伫咧事故24点钟内死亡的也是有12个人。警方决定到9月底为止，专区实施路口无让的执法专案。之前还没有礼让的情况下，我推我爸出来，我可能都要等很久，等很多台车过去，等他们全过去以后，我才有办法过马路。但是这种科技执法之后，他们就是会很愿意礼让。台湾人有个惰性，如果没有强制执法的话，大家不会特别去礼让行人。民众表示，政府开始重视过路人的路权了后，车的让人状况进步足多，尤其是有科技执法的路口。不过嘛，发现到过路人违规过路甲弄红灯的比例有增加。警方表示，年底进前会伫16个路口加设科技执法。看起来我们在这个太阳的违规上面真的是减少很多了哈，所以说在我们高雄市今年取缔的量能上面有比去年稍微减少一点。警方表示，加强处理期间会针对路口无让过路人、无车红灯的路口无照标示标线爱停落才可驶，佮有人行道违规停车，这个项目加强处理。统计到年底，全市有39个所在会采用科技执法，设伫咧相关病院、学校附近的路口，提醒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